話說之前就同大家介紹過點樣申請醫療減免，最近呢，我已經成功幫阿媽申請咗醫療減免啦。希望你跟住個步驟做都一樣成功申請。至於成功申請呢，一般呢就會等2個星期就會攞到嗰封醫療減免嘅豁免通知書嘅。咁另外呢，我就喺 HA Go 入邊發現呢，即使你攞咗醫療減免呢，佢仍然呢係叫你去繳費嘅。咁咧，大家可以喺邊度 check 到自己已經獲得醫療減免呢？而家我就會介紹下點樣喺 HA Go 入邊揾到醫療減免成功申請啦。首先要去返長者個 HA Go 入邊，而唔係照顧者嘅 HA Go 啊嚇。喺長者 HA Go 入邊，我哋可以揀返繳費，然後我哋可以喺返醫療費用減免申請進度及狀況度撳入去揾返自己係咪成功獲得減免。然之後你就會見到個醫療費用減免係辦理中啊、已批核啊定係已結束啦。睇到嚟呢一步，你就會知道自己係咪已經獲得批核啦。咁點解我會話 HA Go 存在住誤導呢？既然我都攞到全額豁免咯，咁點解你 HA Go 入邊仲叫我繳費嘅呢？喺總費用嗰度仲係存在一個價錢嘅喎。咁其實係咪存在一個誤導呢？大家要睇清楚，如果已經得到醫療減免嘅話，就千祈唔好撳入去俾錢啦。另外，我想喺呢度俾一個小貼士大家，各位醒目嘅照顧者就要記住啦。當你響 HA Go 嘅照顧者模式揾返你照顧嘅長者嘅時候呢，你係仲會見到需要俾錢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你去撳長者嘅醫療援助一站通嗰度呢，佢係唔會支援照顧者嘅模式嘅。咁換句話講呢，你係唔知道個長者係咪已經獲得批核醫療減免嘅喎。咁就麻煩各位照顧者要入一入去長者個 HA Go 入邊睇清楚，你哋已經獲得醫療減免，就唔好再俾錢啦，為免俾咗錢又要進行退錢，極之麻煩。如果大家覺得我嘅資訊有用，歡迎你去我嘅 Facebook 照顧者溫暖速遞。另外，歡迎大家去我個 Flash 周生肥去關注返照顧者嘅資訊啦，我會定時放一啲有用嘅資訊俾大家嘅。多謝大家。